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火炭星海提案分享 Angel， 今日會帶大家去到沙田帝寶城，係一個實用面積901尺連天台嘅特色單位。呢個單位嘅間隔有3房1套，我哋一齊睇下。我哋今次睇嘅單位係位於屋苑嘅8座極高層，實用面積901尺。單位附設企理嘅裝修，門口旁邊入嚟嘅位置可擺放4人餐台，而客廳嘅位置可擺放大型嘅組合式梳化都冇問題。原本呢個位置嘅工人套房業主就拆咗，令到客廳嘅空間更加寬敞。單位望開揚嘅景觀。廚房面積寬敞，保養新淨，廚櫃有足夠嘅收納空間。除咗可以放到雪櫃之外，旁邊嘅位置可擺放大雪櫃都冇問題。穿過走廊第一間嚟到嘅睡房，除咗可以放到單人床同衣櫃之外，由於呢一層嘅樓底比較高，可以做個小型嘅閣樓。第二間睡房同樣可以放到雙人床同衣櫃。另一邊位置嘅洗手間有窗，空氣流通，係用企缸嘅。主人套房除咗可以放到雙人床同衣櫃之外，同樣望開揚嘅景觀。主人房嘅洗手間，另外呢個單位係附設天台，屬於市場上比較罕有嘅放盤。大家睇完呢個單位，如果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想預約睇樓或者有任何嘅查詢，歡迎隨時聯絡返我啊！多謝晒你哋嘅收睇啊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